开始来看咱国内的 MeToo 运动，最近正受到关心。前几天有一个受害者伫面册铺文指控讲，伊13岁开始，互高雄一个补习班老师性侵，前后3档哦。今仔这个受害者嘛出面开记者会，说明当初的经过，伊嘛都鼓励受害者应该勇敢把代志讲出来。我相信那些隐忍多年的伤痛，会因为我们的一起勇敢。终而慢慢的被疗愈。甘着目屎，伊是进前伫面册播出长文，控诉高雄一间补习班名师涉嫌伫家己高中时期性侵3年的受害者叶小姐，第一摆出来开记者会，鼓励受害者勇敢发声。这些血泪斑斑的故事，是真真实实在你我的周遭上演着。我相信2023年的台湾，今天的社会风气已然进步成熟。而后续的所有侦查行动，我一定勇敢面对与配合，让事实能更完整的被揭露，以保护更多的受害者。高雄市教育局指出，专案是公诉罪已经提到事情送交地检署侦办，已经要求补习班为6月2日开始暂停营业，静待相关的调查。日本基金会是呼吁，应该考虑离校性侵的特殊性，将刑罚追诉期为成年了后算起。根据澳洲的皇家调查委员会，受害者平均要在案发之后24年才可以说出受害经历。那以台湾目前不管是刑事的告诉期间、追诉期，还是民事的消灭时效上面，都远远短于24年。在新北市市员陈立模伊是指出，2021年新北的性骚扰成案率只有65%，是6度上歹。阁有某一间国小的老师站出来，指控遭到新北教师工会前理事长陈建成的3摆严重性骚扰，却申诉无效。在我走入申诉机制中，整个过程，每一次都是煎熬。性骚扰防治委员会竟然把证人的开会通知，把我的证人开会通知寄到加害人任职的工会。受害人指出，捌透过新北市性骚扰委员会申诉，即期市府消极处理，原管上户回报法度透过体制得到证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